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聊一聊这个王老板万达的王老板。就在2024年年末王老板又把他一个万达广场给卖了。2024年年末12月26号，宁夏银川金凤区万达广场发生工商变更，原股东大连万达退出，昆华接手。这个昆华天金这个咱们节目经常提到，实际上它就是保险资金通过股权昆华天金，大股东就是新华保险。那这个昆华我记得一共接了万达好像得有6、7个万达广场。除了新华保险以外，其他保险公司也接手了多家万达广场，如阳光保险已接手了上海金山万达广场、广州罗岗万达广场、合肥万达广场、太仓万达广场、湖州万达广场。大家保险接手了上海松江万达广场、西宁万达广场、台山万达广场，和恒勤人寿共同投资了上海周浦万达广场项目。也就是这些保险公司从王老板手上已经买走了10几家万达广场。这个很多人应该明白这叫漂亮的女儿先嫁。也就是王老板手上有400多家万达广场，人家都是挑着买，你哪家广场业绩不错，经营效果好，有投资价值，人家才买，挑肥拣瘦对王老板来说他还有几家万达广场能被人相中，能被人买走，然后改善一下他的现金流，这都是好事就怕剩下的这些万达广场没办法处理。那王老板跟永辉的官司，跟苏宁的官司，甚至还跟融创的官司输了怎么办？对吧？去年的那些对赌协议还没履行怎么办？银行的债务到期，境外债到期，这些债主逼上门。大家身边如果有万达广场，可以去实地看一看，对吧？你感觉一下它的业绩怎么样？我们再看看碧桂园，这个12月31日，碧桂园港交所公告称，2024年1到11月，集团连同其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累计实现归属公司股东权益合同销售金额约137亿元，归属公司股东权益合同销售面积457万平方米。对于境外债务重组最新情况，碧桂园提到，清盘呈请聆讯延期后，公司继续与主要债权人团体进行建设性接触及分享资讯，尤其是协调委员会及专案小组以及其各自的顾问，以征求他们对全面重组时的意见。过去数月，专案小组、协调委员会及其各顾问与公司及顾问紧密合作，磋商整体方案的经济条款。就是目前公司仍在与上述主要债权人团体就整体方案的经济条款进行进一步商议，也就是大家还没有达成最后的共识，还在讨价还价。我们再看看全国12月这个房企销售情况。科尔瑞地产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2024年12月 Top 100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4514亿元，环比增长24%，同比持平。累计业绩来看，1到12月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38840亿元，同比降低28%，降幅较11月收窄近2.6个百分点。整体来看，202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延续筑底调整的态势，前3季度市场基本处于低位运行，得益于9月连续新政利好，4季度企业销售翘尾回升，第4季度百强房企销售操盘金额同比转正，微增0.2%，企业销售表现明显优于前3季度。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12月这些房企它环比销售还增加了24%。实际上这个就是一般的12月年底是销售大月，这个大家好理解也就是每年到了12月它要冲刺今年的任务 KPI 对吧？行不行就看着最后一买，最后这1个月，所以各种优惠、各种这个手段都要用上，所以往往12月每年的12月它都是销售大月，业绩比前几个月都要好，这是为了突击完成任务。所以你看有2个值得注意，一个是9月推出新政，但是呢10月11月对吧并没有明显的这么一个提升。如果10月11月都明显提升，然后12月又环比增长24%，那你想想这个第4季度还不都飞上天了吗？实际上没有第4季度只是微增0.2%，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年12月跟去年12月相比持平，就是今年在这么大的救市力度之下，对吧？就差北京、上海一哆嗦了，其他地方都放开了，各种政策。就在这种情况下，今年12月跟去年12月它是持平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到12月你勉强可以说是叫回稳，但是你要说它火，对吧？也要涨价，也要去抢房子，这个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根据有的媒体报道12月比11月这个重点的15个城市新房销量环比涨了7%，就是12月比11月实际上只多了7%，实际上这个数字就不太好看了，因为往年都不是这
这个12月比11月多得多。所以有很多媒体说啊，百强房企年末销售翘尾，这个又是在忽悠啊这些刚需房或者炒房的。这总之你赶紧上车吧，再不上车来不及。证券时报报道啊，说百强房企销售额环比大增。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12月百强房企销售额环比增长29%。年底了，这些房企疯狂的回款自救，所以12月卖的多一点很正常。现在你看11月份，2025年1月份，这个科尔瑞的董事长说啊，2024年新建商品房销售跌至双10以下，房地产行业爆发流动性危机已超过3年。2024年房地产销售规模大致跌回2009年水平。12月31日，上海易居地产研究院执行院长、科尔瑞集团董事长在年度发布会上预测称啊，2024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为9.6万亿，同比下滑18%，销售面积9.7亿平方米，同比下滑13%。你看看整个的2024年同比销售面积是下滑13%，销售额下滑18%。也就是说12月份给人感觉是稳住了这个数字啊，但是还要看它可持续性。2025年1月、2月看它是什么样一个表现。国内新建商品房销售规模在2021年达到历史最高峰。据国家统计局，当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分别达到18.2万亿和18亿平方米。业内称将这段高光时期称为双18，2021年18万亿和8万亿平米。此后2年楼市持续萎靡，新建商品房销售先后下调至双13和双11，也就意味着啊，说2024年新建商品房销售或将跌至双10以下，这才3年时间呢。2021年是18万亿，那现在跌到9.6万亿，你看腰斩。这个摩根士丹利啊又开始啊对这个房地产发表评论了。摩根士丹利啊预计说啊，虽然202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改善可能仍然缓慢，他说但开发商整体流动性最糟糕的阶段或已过去，其现金流将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改善。说然而由于多数开发商的资本支出已达高峰，改善过程仍具挑战性。摩根士丹利认为啊，即使潜在财政支持措施得以实施，开发商受益程度将不均衡，因为地方政府优先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回购库存和土地，大多数民营开发商因低质量土地储备难与国企竞争，违约开发商品牌受损，也将持续抑制房者信心。这个摩根士丹利说的比较委婉，也就是说政府救市即便能成功，也只能救那些国企，跟这些民企啊关系不大，这些民营房地产开发商还是自求多福。我们再看看啊，这个12月这个房价的走势，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12月百城销售均价，新建住宅环比上涨0.37%，同比上涨2.68%。2024年12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16654元每平米，环比上涨0.37%。从这些城市个数看，46个城市环比上涨，41个城市环比下跌，13个城市持平。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2.68%。这是新房啊，全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14203元每平米，环比下跌，已连跌32个月，跌幅较11月收窄0.04个百分点。从涨跌城市个数看，2个城市环比上涨，98个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均下跌。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下跌7.29%。从这个租金来看啊，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35.4元每平米每月，环比下跌0.5%。从涨跌城市个数看，5个城市环比上涨，45个城市环比下跌。同比来看，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较去年同期下跌3.25%。12月啊，100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还环比还上涨0.37%，同比上涨2.68%，比去年12月还涨了2.68%。这个只能说是大家爱信不信
呢？人家告诉你房价涨，新房涨，但是同时又告诉你啊，二手房跌了，对吧？全国100个城市啊，二手房比去年同期跌了7%，怎么解释呢？一边是新房在涨价，一边二手房在降价，这个显然这数字是在打架的，这只能说啊，12月份新房价格上涨，这个是扭曲的，就是这个数字啊不可信。你想，新房价格还在涨，二手房价格跌了7%，那二手房的那业主都傻着，明明的价格在涨，你还在降价卖，为什么？所以说新房价格上涨，这里面有猫腻。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比如说啊，本来是1万块钱1平米，对吧？你100万买了100平，现在他给你涨到10500一平米，但是你花100万买啊，对吧？105万你买100平米，你看上去好像比以前价格涨了5%，但实际上呢，他会赠送给你几十平一个大露台，对吧？你自己把那个阳台一封，它又是一个空间，你说它到底是涨了还是降了，对吧？诸如此类的这种手法，它宣传呢，给人感觉它房价涨了，实际上呢，你消费者去买，对吧？你去买房的人肯定是觉得比以前便宜他才买，否则他不会买，比以前有实惠。你二手房做不了这些手脚啊。第二个啊，你从租金也能看得出，就是如果租金在下跌，你说你房价还在涨，这个逻辑上能说得通吗？租金为什么下跌啊？一是大家生活水平在下降，收入在下降，一是租房的人在减少，这些都不利于新房销售。这个租金下跌，它新房价格还涨，所以这些都说明啊，这12月份什么新房价格环比同比都上涨，这个数字啊，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说到这个租金啊，咱们可以聊一聊。首先啊，我看到有温州的网友说仅仅1年时间，温州房屋租赁的平均价格由3300多元跌至2800多元，一年跌幅15%。就是温州啊，它这个房屋租赁价格一年跌了15%，这个恐怕其他城市也差不多啊，北京、上海都有。原因是什么呢？说温州的流动人口大幅度下降，导致房租暴跌。2024年温州的房价就是租赁价格从2800跌到2230元，就是这4年它又跌了500多，跌了20%。跟这个房屋租赁价格下跌同步的就是人口下降，温州的外来人口啊逐年下降。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是介绍杭州这个房屋这个租赁市场一个情况，叫冰火两重天。他这文章介绍啊，这个顾家的创始人叫顾江，顾老板，他说3年前顾江生在杭州上满觉陇租了一套农家小院，这套小院在最山顶的地方，空气清新，视野旷达。按照顾老板的计划，在满觉陇都是桂花飘香的时候，在这里宴请宾客，一定是千里快哉人生的一部分。所以啊，他跟房主签了3年合同，一年的租金是50万。但是3年过去，说顾老板呢被困在一桩涉嫌内幕交易的调查之中，这套租来的房子甚至都没来得及装修，满觉陇桂花飘香依旧，顾老板没能在这里享受这个豪华的人生啊。前段时间顾老板退租了，房主说啊，顾老板似乎没有钱租了，也就是没有钱付租金啊，一年50万。顾老板退租后，房主一直在找下家，也就是这个他把房子再租出去啊，但是租不出去，房主把租金降到40万，房子依然无人问津。作为家居大佬的顾老板是当下杭州租赁市场的一个缩影，顾老板背后还有很多失意的小老板跌落。他说前段时间一位广东来杭的老板也退掉了自己位于杭州滨江的办公室和租住的大平层。广东老板姓风，就是他姓风水啊。初到杭州时，他住在杭州塔尖的1号院，后来他专门请了风水先生帮忙把关，把家安在了杭州拱墅区河边一个小区。在租来的大平层里，他不惜重金装饰，还专门打造了一间茶室，供朋友喝茶聊天。但一夜之间生意突然出现问题，他在杭州近3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家里的做饭阿姨、带孩子阿姨当晚均被辞退，连保姆的钱都付不起。这富人的生活是说变就变了。说1周后，他十指没沾过阳春水的娇妻顶着憔悴的脸庞站在地铁上，后来这个每次出门都跟随几位阿姨的家庭再没出现在小区里。杭州一位自媒体博主写过自家租办公室的故事，去年5月他把600平米的办公室换成200平米，他说啊，订单少了，只能猥琐发育了。仅1年多时间，同一楼层外贸公司、旅游公司、装修公司、美甲直播公司全不在了，其中一间办公室甚至换了3波租客。杭州地标
智慧之门有家今年6月刚成立的供应链公司，租了一整层办公楼，12月初这层办公楼就被转租，之前供应链公司的公司口号还留在办公室，这个口号就是努力成为一个很哇塞的人。说现在这家公司把根据地搬回了广西杭州趣养农场，成立于2024年年初，微信公众号只更新了2则视频，他们位于滨江新药科创城的近1000方平方办公室人去楼空，还有的公司干脆租金也不付，悄悄的溜走。也是最近世贸有杭州业主去杭州公司讨要延期交付说法，结果发现办公室空无一人，写字楼运营方告诉业主们，世贸欠下租金还没付呢，连租金没付，公司跑路了。在雪梨崛起的直播电商产业园，小的直播间倒是满租状态，但另一边中大型直播间很多都在招租状态，无人问津。也就是杭州的直播电商这一块啊，现在也是非常惨淡，大量人失业，大量人面临着重新找工作。说杭州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办公楼能够幸免租金下跌、空置率上升以及空置期拉长。这2个月住宅市场一片红火的杭州亚运村，写字楼市场就完全不一样了。中介近期推出一套房源，说租金腰斩，已经到了历史冰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中介吹这个杭州的这个亚运村这个房子价格不在涨吗？但是它的租金却腰斩。他说到没到历史冰点真不知道，反正杭州写字楼中介们朋友圈里都是腰斩冰点。从租金最贵的钱江新城到郊区，没有板块能够幸免，就连钱江新城也有写字楼降幅达 30%， 这是杭州的写字楼一片惨淡。然后杭州的住宅市场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感了。这个文章说前段时间首付仅18万起的杭州临平山北的滨江缤纷城开盘，260套房子报名了1308户家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更有16组人才家庭报名，而且报名最多的是有房家庭。说山北已经太久没有这么火爆了，滨江老板戚老板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戚老板最焦虑的应该是滨运秀里开盘时，他亲自前往售楼处放言首开送车位，才2个月送车位的行情就这样过去了。顺便提一下这个滨江的戚老板好像他说2024年是他们最轻松的一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滨江来说最轻松我只是想起了恒大的许老板倒台之前呢，豪言壮语买，言犹在耳，对吧？现在又有滨江的戚老板说2024年是他们最舒服的一年。说杭州限价解除后，第一个涨了近 40% 的锦绣公馆一期中签率仅 12%， 尝到甜头的中野紧接着第2次开盘又涨了3000元每平米，不到1个月总价就贵了一个车位的钱。说即便这样，放出的62套房子仅剩下了7套低楼层房源。11月杭州二手房成交10129套，创下20个月来新高，800万以上的高端房子成交甚至赶超了2021年3月的楼市巅峰。12月杭州二手房日成交量几乎都到了300套以上，目前已成交近5000套。杭州楼市的回暖，各种小作文网传截图又回来了。11月还没交房就卖了10几套的 K11， 被曝有内鬼。有知情人说从第1套 K11 对外报高了近1万开始，卖1套就对外报高1套。除了二手交易， K11 房东也在商拍网上制造一波热度。11月上旬 K11 住宅商连拍了3套，成交单价都是超8万元每平米。第1套商拍房20人报名，最后拍出了 9.29 万的单价。知情人说这些几套商拍房有房东自己拍回去，连中介都看不下去了。一个中介说，首套商拍房时他手里有套隔壁单元5楼同户型，房东明确表示8.5折就卖。他说我就知道还是杭州炒房客厉害，硬生生给炒起来了。你看看杭州就是炒房客的天堂，到现在还在炒房这些炒房客自己把房子挂到网上去拍卖，自己去买，把价格从8万自己给它炒到9万，营造一种这个房价在涨的这种气氛。不服是不行，这些炒房客可以说疯狂到了一边是杭州明显的这就业市场是江河日下，写字楼就是就业市场，写字楼的空置率就是
等于啊，或者就跟失业率关联，一边是租金疯狂下降腰斩，无论是住宅的租金还是写字楼的租金都在下降，一边炒房客疯狂的在推高房价，在营造这种房价还要涨的气氛，这就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咱们一直说一个道理啊，就是你这个城市房价涨不涨，取决于你这个城市，对吧？它的优质的就业岗位，就是咱们说的叫造富能力，你制造中产的能力有多快。就是杭州啊，你总不能全指着旁边的什么丽水呀，对吧？这是什么其他的地级市给你贡献这个韭菜吧？你那房子炒那么高，得有人接盘，谁接啊？以前是阿里，以阿里为代表的这些企业，他们的员工啊都高薪，对吧？每年年薪都是50万、100万，还有200万。正因为这些人大量的存在，所以啊，你把房子炒得越高，反正有人去接，哎，这些人要买房啊。但是现在这些人都没有了，该买的买过了，没有办法再批量制造这所谓的高薪阶层，对吧？他们都面临着裁员，面临着降薪，面临着回家，面临着要开网约车，对吧？这个写字楼市场就反映了这个现状。你炒这么高，谁接啊？你指望谁去买？还有人说，那你炒这么高，你租给谁呢？租金也在暴跌，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杭州找不到工作，他就离开了，对吧？作为这个电商之都啊，这电商现在2025年恐怕更不行。杭州难道还有一个产业可以带这个数字经济吗？能替代电商吗？所以说啊，确实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强一线城市，它刻意营造一种房价还在涨、房价坚挺的这么一个假象，实际上只是包不住火的啊。丑媳妇啊，迟早要见公婆，这个泡沫什么时候破？或许很快。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